第一屆出力青慢速壘球邀請賽是由出力青議員服務處甲致昌丘鋼鐵公司共同主辦，邀請到起源、丹尼披薩、擔市媒體連隊、出力青壘球隊、永先、明昌五金、盛城空壓、小北百貨、邊水球摩亞、致昌丘鋼鐵、榮記、謝玄堂等12支隊伍參賽，大家以球會友，氣氛熱烈。哦，點康，進上。蔡立基慢速壘球賽啊，這是第一屆開始大會，希望同仁大家球員能順利的完成這一次的圓滿的打擊新的一年，我們祝大家馬上全壘打，馬上成功，馬上幸福，馬上大家都能平平安安的大會的圓滿成功。我們發現近幾年其實壘球的這個市民的喜好度非常的高，那自主的組成球隊的這個球隊比例也越來越高。那在台南市的球場其實很熱鬧，大家排滿了練球，所以呢，我們也想說我們要來舉辦，繼續來推廣這麼好的一個運動啊，不只是讓大家練球技、練身體，也讓大家聯誼，讓社區感情凝結。所以我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運動。那今天呢，來舉辦壘球比賽也受到大力的這個支持跟歡迎，一開放報名呢就秒殺隊伍就完成了，所以我們就發現這個運動其實真的要更多的賽事，還有更多的场地來支持它繼續的蓬勃發展。市長王偉也應邀出席開幕典禮，為賽事揭開序幕。網紅郭鬼鬼也特別來到現場火辣開球，吸引眾人的目光。台南的市球跟台灣的國球都是棒球，但是壘球很重要，是要把這個體力平常不管是生活或是工作這個體力運動的體力能夠做好，然後所以說台南非常的重視壘球，所以今天非常謝謝大家來參加安南雄青第一屆的這個壘球賽。王偉指出，近年來台南的競球運動領域持續精進，選手獎牌數持續成長，市府也成功舉辦全國運動會、甲全國中等運動會。公布推動場館優化甲設施升級，其中亞太棒球訓練中心已經完工啟用，未來也將持續完善選手培訓甲獎勵制度，為兩硬體面向專門提升運動發展量能。同時也透過多元賽事舉辦，鼓勵市民培養規律運動習慣，感受運動帶來正向力量。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